谢谢。林总，您还好吗？您也太折磨您自己了。嫂子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您节哀吧。林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别让我们担心了。您真的没事吗，林总？您说句话好吗？谢谢你为公司做过的贡献，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下一个。您别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然您就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我去给你买些吃的。难道是注定？难道是你彼此灵